包粽啊！我去比賽去過幾間喎，阿馬姑娘啊帶我哋去每一間學校，又去樂富啊咁啊比賽啊！旅行咧食下啲嘢咧咁啊，大家傾下偈咧咁咯。旅行嗰啲㗎咋，一時都食下飯嘅，做義工啦，又做樓長啦。喺呢度仲多過喺屋企，生日啊，去食自助餐啊，去食海鮮啊。以前咧啲朋友咧係一話旅行咧就成圍台噶啦，去流浮山食海鮮啊、溫泉啊嗰啲咯。幫到我開心啦，落嚟玩啦，有時去旅行啦。買唔到餸煮飯啊，佢又有飯食啊，又落唔到嚟食，又送俾人送上去俾佢食啊。嗰啲洗唔到衫啊，又落嚟又洗下衫啊，又嚟沖下涼啊，幫到好多嗰啲街坊。入嘢都好溫暖啊，我覺得好似翻去第二個家一樣。服務好嘅，有我哋啲老人家幾好嘅，服務乜都好嘅。有時又幫我哋遊下鐵閘啊，幫我抹下嘢啊，我就咩幾開心啊！人哋做義工又幫我做下，我又幫人做下咁。先生啲姑娘啊，好好咯，係嘛？有得傾有得講啊！家嗰個服務啦，佢哋對我哋好細心啦，同埋清潔得 OK 啦嚇。同埋咧過端午節咧有粽食，逢係時節都慶祝㗎，好開心。而家嚟咗呢個華姑娘相當好，因為我而家周身都骨痛，佢幫我做完咧就好舒服好鬆，即係老人家唔可以擒高啊嘛，咁佢可以擒高同我哋抹嘢啊嘛。其實我哋學校咧，彩天咧同楊震彩虹咧，其實有合作，我估應該咧緊密合作應該差唔多成10年㗎啦。我哋嘅同學有啲嘅長者服務，都係透過咧係楊震彩虹咧一齊聯絡翻啲長者嘅個服務咧，包括咗啦有為楊震彩虹賣旗啦。咁啊，另外咧就係有一啲長者嘅探訪。咁我哋同楊震彩虹長者中心咧合辦呢一個彩虹長者學院嘅活動啦。咁我哋聖滿德中學就提供場地，我哋安排學生義工同長者咧一齊進行活動。至於長幼共融活動方面咧，我好記得上學年咧，我哋中五全級學生咧喺我哋學校禮堂同長者一齊做呢一個幻彩沙杯小盆栽。咁咧就我好記得啲學生咧都享受個活動，咁佢哋咧喺完成個盆栽之後咧，佢哋仲寫上一啲祝福嘅説話咧，送俾屋企嘅家中嘅長者去實踐呢一個孝道。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啲咁嘅合作活動咧，其實係好有意義嘅。其實中電義工隊已經同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彩虹長者綜合服務中心合作咗超過10年，當中嘅節日探訪長者活動，例如端陽暖萬心以及同心關懷賀中秋，更加係我哋嘅重點合作義工服務，亦令到我哋喺呢10幾年可以不間斷咁同彩虹村嘅長者們一齊歡度節日。中電義工隊致力服務社會上有需要嘅人士，宣揚關愛社群嘅核心價值。透過長期合作，義工隊同貴中心同埋彩虹村嘅長者已經建立咗深厚嘅感情。我哋期望能夠同貴中心繼續長期合作，繼續參與義工活動，為彩虹村嘅長者送乾、送暖、送溫情。責任感啦，即係大家應承咗要做咩嘅，大家都可以做，同埋因為做咗咁多年啦，亦都係有默契嘅。我哋同楊震咁好多時間。我哋都唔使點講嘅，大家都應該自己知道自己係各方面係需要啲乜嘢。頭先講過啦，第一即係我對楊震好有信心啦嚇，因為即係大家講項目啊嗰樣嘢咧，咁大家都配合得好好啦。同埋我好中意即係楊震係服務長者個飯咧係做得好好嘅，我覺得好到位嘅。咁我哋都同楊震搞咗一啲培訓我哋啲老友記嘅一啲拍片嘅班。咁我見嚟參加嗰啲老友記咧，佢哋都好開心啦，即係佢哋都好有得着啦。咁同埋好似今日呢一個健康美食樂滿分咧，嗰啲老友記咧，其實有啲咧已經見過幾次㗎啦，佢都認得我。佢哋都話俾我聽，佢好開心參加楊震嘅活動咧，令到佢哋好開心咯。咁呢個亦都其實係我哋提升快樂子女基金嘅目的啦。我哋希望我哋參加者都係開心。
嗱，我覺得楊震彩虹咧，其實係為學校嚟講咧一個好重要同我哋嘅長者服務一個好重要嘅橋梁嚟嘅。以前喺 Covid 之前啊，即係2019之前咧，我覺得我哋學校聯絡，譬如村裏邊做服務咧係容易一啲嘅。咁但係咧，自從 Covid 之後咧，其實而家上唔到樓嘅。特別咧係疫情之後，同埋家長都會好多擔心啊，咁樣上到啲老人家屋企究竟會點啊？咁喺Covid 之後，然之後慢慢復常啦。咁我哋所有嘅同老人家嘅溝通同埋接觸咧，全部都係靠你哋嘅機構咧，然之後可以同佢哋有一個緊密啲，即係頭先講嘅無論係服務啊，同老人家傾偈啊，點樣喺村裏邊探訪咧？你哋實在做咗一個好大嘅橋梁，俾咗我哋機會重新開展翻呢啲嘅社區服務同埋長者服務嘅。我都會有陣時候佢哋有啲咩需要啊，我都叫佢揾楊震幫手嘅，我都叫佢哋。最近我介紹一個，即係佢攞綜援嘅，佢又唔見咗身份證啊，同埋存摺啊，成半年啦，都攞唔到錢，嗌佢去楊震嗰度幫手啦。咁因為佢翻出嚟嘅話，個楊震個社工啊，幫佢上網啊申請啊咁。自己都好開心啦，即係由細個就入嚟呢度做啦，一路以嚟都同長者建立緊關係咯。咁喺呢度咧就即係每日翻工咧都會接受新挑戰嘅，我覺得即係要好有脾氣啦，好有耐性啦，咁聽長者講嘢啦，因為每日入嚟可能都有啲唔同嘅人士、唔同嘅參加者咁樣咯。咁而家做咗30年啦，咁覺得同佢哋關係咧係即係越嚟越近。對於我嚟講咧，喺呢度嘅30年咧，係我人生咧經歷咗好多嘅嘢啦，即係包括咗我完成我嘅學業啊、結婚啊、有小朋友啊，咁其實好感恩嘅，因為其實呢一份工作咧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比較穩定嘅工作啦。咁個過程裏邊其實正如頭先講啦，我哋會搞好多嘅活動啦，咁同長者嘅關係咧係建立得好好咯，傾偈啊，大家會互相支持啊咁樣，咁所以好感恩嘅。對於我嚟講咧，呢個工作係一個好好嘅工作。我諗都同 Heidi 有啲似嘅，就係都係好多謝我哋一路都能夠有機會服務嘅長者啦。其實我初期係做個案工作啦，咁每個長者都能夠好深入咁去理解到佢嗰個狀況啊，咁其實係好感謝佢哋可以俾到個機會我自己同佢哋一齊同行佢哋人生裏邊一段路咁。30年裏邊咧，咁又有新同事嚟啦，咁我每次都好似都會講翻我啲經驗俾佢哋聽，咁佢哋都接受同埋令個服務咧更加做得好咯。咁嗰陣時樓下咧，其實彩虹村咪有個打卡位嘅。咁而嗰陣時其實最早唔係打卡位嚟嘅，最早係個球場嚟嘅，係足球場嚟嘅。咁咧，但係我印象中咧，足球場嘅地下咧好凹凸不平嘅。咁你一跌親咧，你肯定磨僵，一定流血。咁後嚟咧，彩虹村可能咧啲經濟環境越嚟越好，啲人開始買車，咁啲車泊到周圍都係，咁唔掂噶嘛係咪？咁就於是起個停車場俾啲居民，咁啊真係泊車。咁停車場嗰個上蓋咧就開始起咗而家嘅打卡位，嗰個位就係咁樣嚟嘅。希望繼續無論邊一個都可以 keep 住嗰份心啦、初衷啦，同埋嗰份熱誠去對待我哋嘅長者。我哋彩虹中心繼續努力，希望中心咧就係發展蓬勃啦，越做越大啦。可以繼續為長者提供一啲專業嘅服務啦，咁越做越好。咁我諗面對楊震去到30年啦，咁亦都係彩虹村亦都嚟緊會有一個大嘅轉變，即係重建啦咁。咁我諗我哋希望即係楊震彩虹中心呢度咧，繼續可以陪伴住我哋呢個區嘅長者，係啦。亦都好似我哋機構都有其中一個價值，就係以人為本，係啦。希望我哋一路都睇住、聽住同埋見到長者嘅需要，然之後係陪伴佢哋面對嚟緊嘅挑戰咁樣。希望楊震彩虹繼續做多30年啦，可以服務區內嘅長者越嚟越好啦，繼續努力。咁期望後期即係彩虹村嘅重建，無論喺唔同嘅時期搬咗一啲老人家出去，跟住佢哋會翻嚟噶嘛。我希望楊震彩虹都係仍然屹立喺彩虹村裏邊服務嚟緊嘅長者嘅。咁你願你哋嘅工作可以越做越好啦，咁啊去幫助到呢一個地區有唔同需要嘅人士。我哋希望貴中心繼續保持一貫作風，熱心服務有需要嘅長者。中電義工隊都希望同貴中心繼續合作，攜手共建更有愛嘅社區。我哋衷心祝願貴中心繼續發揮影響力，照亮更多長者嘅生活。
繼續精益求精啦，咁諗多啲新嘅計劃，去能夠幫助到啲長者啦。因為而家即係香港亦都係越嚟越多長者，呢個服務係越嚟越有需求嘅。咁希望即係你哋繼續努力，更上一層樓。繼續啊，咁你繼續做福利咯，幫助嗰啲真係有需要嘅人。咁就即係嗰度其實都好想去仲保留呢度咯，不過要重建都冇辦法啦，係咪？咁就唯有就係影多啲相咯，同佢多謝你哋啦，即係喺彩虹村服務咗30週年，同埋祝你哋生日快樂啊！繼續努力啊，好支持你哋啊！楊震彩虹30抗叻，楊震彩虹30抗叻，楊震彩虹30抗叻。